由細到大，我哋都成日聽到好多人會講好心有好報，或者你一定會有報應啊呢類咁嘅說話。雖然呢個道理好似大家都聽到悶，但係如果有一日你做咗啲嘢係即刻有現眼報嘅話，搞到你咩都冇晒嘅時候，你又係咪真係頂得住呢？今集我會同大家分享兩個發生喺我舊同事身上嘅經歷。雖然未必會好似恐怖片咁驚嚇，但係因為我好希望喺講鬼故之餘都可以帶到啲正面嘅訊息俾大家，所以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都會有啲得着。喺故事開始之前，幫手撳一撳下邊個 like 同埋訂閱呢個 channel。多謝大家。以下呢個經歷係發生喺我前公司人事部嘅一位女同事身上，我會用返呢個前同事嘅身份去演繹呢個故事。我係一個典型喺溫室長大嘅港女，細個嘅時候，我爸爸已經有個相熟嘅算命師傅。爸爸長期事無大小都會先問咗師傅意見，然後先做決定。而呢位算命師傅收費雖然一啲都唔平啊，但係多年嚟幫我爸爸解決咗無數嘅難題，所以爸爸一直都當佢係活神仙咁樣。到我大約12、13歲左右，因為屋企預備過2年就送我去加拿大讀書，所以我爸爸又揾咗呢位算命師傅幫我睇睇有咩要注意。師傅話我大個咗會係一個超有福氣嘅女仔，事事順利，仲叫我只要安安定定讀好啲書就已經好好噶啦。到我大學畢業返香港，我冇好似其他同學咁即刻走去打工，反而係同咗幾個讀 computer science 嘅朋友一齊創業。我哋一開始嘅時候真係所有嘢都好順，加上我同我朋友真係好認真，好想將盤生意搞大佢，所以一開始我哋嘅生意已經做得非常之好。相比起中學嘅同學仔，我當時嘅收入真係以倍數拋離佢哋。對一個 fresh grad 嘅小朋友，呢個收入真係好唔錯。過咗冇幾耐，喺朋友介紹之下，我認識咗 Jerry。Jerry 各樣條件都非常之好，高大靚仔之餘，仲係喺 iBank 做 investment advisor， 幫啲客投資嘅金客，下下最少都幾球上落。最重要係佢個人好踏實，生活簡單，而且好錫我屋企人。嗰陣時嘅我已經認定咗要同佢一生一世。我哋拍咗拖唔夠1年，有一日我驗到我意外地有咗 BB。當時我哋兩個每日都為自己嘅事業搏緊命，而且大家喺自己嘅範疇都越做越好，根本就冇 plan 過會喺呢個 moment 結婚，生仔就更加諗都冇諗過。我哋兩個思前想後，覺得既然大家都未有結婚生仔嘅準備，而且如果生咗嘅話，肯定會對我哋事業有好大影響。喺我哋兩個都唔想影響事業嘅前提之下，我哋最後決定落咗個 BB。當時我哋經濟環境算唔錯，所以就去咗一間喺香港數一數二嘅醫院做呢個墮胎手術。手術當然順利啦。Jerry 亦都好心痛要做呢個決定，但係當時大家都實在太忙，好快我哋就收拾好心情，繼續拼搏。只不過我哋兩個都冇諗過，衰運就由呢一刻開始纏住我哋，所有一直都順順利利嘅嘢都突然嚟個180度大轉變，好似跌咗落個萬劫不復嘅深淵咁。喺完成墮胎手術之後，我嘅身體好快就變得好差，仲經常頭暈。起初我都以為係做完手術要時間休養，但係過咗3個月之後，連醫生都話呢種手術冇咩原因會導致身體急劇惡化得咁緊要。中醫又食過，咩補品都應有盡有，但係我個情況都係冇好轉。都唔緊要，我覺得我仲後生，總會慢慢好嘅。但係最唔想發生嘅事都慢慢出現，就係我嘅生意喺短時間之內一落千丈。
最重要嘅幾個大客幾乎同一時間唔再同我合作。就算一啲簡單嘅 order 都可以喺貨運啊或者喺海關遇到各種千奇百怪嘅麻煩。好快我個 partner 就頂唔住，話唔想再做落去。咁如果得返我一個，我根本就 handle 唔到咁多嘢，而且仲要我自己喺一個咁惡劣嘅情況之下，將公司起死回生。對於當時根本未受過咩風浪嘅我，絕對係唔可能嘅。所以最後 Jerry 就勸我不如索性接咗佢，當俾自己休息下啦。心諗都好嘅，反正 Jerry 嘅收入其實養埋我都可以生活得好好。喺我哋諗住事情會慢慢好返嘅時候，可能因為我唔使返工之後多咗時間留意 Jerry 一啲好細微嘅嘢啦，又成日胡思亂想啲無謂嘢，我同佢就開始成日為咗啲雞毛蒜皮嘅嘢嗌交。我哋由原本無所不談就變到開始好陌生，有時連食飯睇下電視都可以為咗套電視劇嘅 ending 嗌交，跟住嗰晚大家就可以成晚唔抽唔睬。Jerry 甚至試過好多次情願瞓廳都唔想入房見到我。更加估唔到嘅係 Jerry 喺呢個時候嘅事業都開始一落千丈。佢幫啲客做嘅投資明明好地地嘅，但係啲客都會無啦啦諸多投訴，仲同佢公司要求個 account 要交俾其他人 handle。而佢阿頭原本準備好幫佢搞升職啊，最後又莫名其妙話要 hold 住先。喺公司原本平步青雲嘅佢，突然間喺同事眼中變得好似一文不值咁。Jerry 嘅爸爸媽媽喺呢個時候甚至勸 Jerry 離開我。佢話因為我嘅腳頭唔好，而搞到 Jerry 諸事不順。Jerry 為咗呢個問題同佢屋企都唔知嗌咗幾多次大交。喺呢段人生低潮嘅日子，真係好似發噩夢咁。我同 Jerry 嘅感情就越嚟越差，大家好似越嚟越唔知對方諗緊乜嘢。終於有一日，我喺佢嘅 WhatsApp 發現咗佢同佢個女同事原來一直有定期去開房。雖然我或多或少都已經預咗呢一日遲早會出現嘅，但係到發生嘅時候，自己都真係冇辦法再接受到呢個人。就係咁，我就狠狠咁同佢分咗手。分手之後，有一次我老豆又叫咗嗰位算命師傅嚟我哋屋企，見返呢位10幾年前曾經話我好福氣嘅師傅，感覺真係恍如隔世。同佢寒暄幾句，互相問候一輪之後，佢語重心長咁問我：你個樣做咩唔同晒嘅？師傅話我唔單止冇咗以前嘅光芒，佢甚至好肯定咁話我一定做過一啲嘢，用盡晒我與生俱來嘅福氣去抵消個業債。講到呢度，我開始忍唔住喊咗出嚟。師傅叫我嗰日即刻上佢個壇，佢話會盡力幫我。當我上到去嘅時候，我正想將成件事講俾師傅知，師傅叫我咩都唔使講，佢話今朝一見到我其實已經知咩事，因為佢話個英靈一直喺我身邊，而且佢嘅怨氣係非常之深。不過師傅見當時我父母喺度，所以佢先至叫我上佢個壇，慢慢同我講。之後我跟足師傅嘅指示，喺往後嘅3個月做足晒所有要做嘅嘢。雖然事情冇好似電視劇咁即刻好轉，但係我嘅身體係慢慢回復以前嘅狀態，開始有返動力再去行山跑步。而差唔多整1年冇做嘢之後，我喺朋友介紹之下，亦好幸運咁入咗間大公司嘅人事部。老細唔介意我冇經驗，俾我由頭開始學。而我而家雖然不至於飛黃騰達，但係穩定咁喺呢間公司已經升咗做 assistant manager。而感情方面，雖然追我嘅人一直都唔少，但係可能我始終都未放低 Jerry 呢個賤人。加上師傅話只要我安安定定俾自己慢慢恢復元氣，真命天子自然會出現。
所以我都學識咗隨遇而安。Knock knock. Who's there? 最後，我真心奉勸大家一句：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要還嘅嘢點樣都要還，只係爭在幾時。所以真係唔好行差踏錯。以下呢個故事係由我以前喺電信公司嘅上司複述俾我知，而主角就係佢爸爸。我會以呢位前上司嘅角度去演繹呢個離奇經歷。喺2012年，我爸爸患咗個重病，住咗喺醫院一段好長嘅時間。期間試勻中醫西醫好多唔同藥方，但係病情一路都反反复复，甚至可以話係原地踏步。好幾次醫生都覺得係時候可以俾我爸爸出院，但係轉頭佢嘅情況又再急轉直下，然後過2日又好似回光返照咁同我哋有講有笑。有一晚，我同媽媽如常咁去醫院陪爸爸，同埋俾啲湯佢飲。我爸爸食下飯，突然話覺得自己好返晒，可以隨時出院，仲即刻要求護士俾佢沖涼換衫準備出院。我哋都俾佢呢個突如其來嘅舉動搞到唔知俾咩反應，咁唯有照住佢意思咁叫護士過嚟睇下我爸爸咩情況咯，係咪真係可以適合出院？當時嘅情況其實真係有啲尷尬，雖然係私家病房，但係平時都算溫文爾雅嘅爸爸，當時好似有少少失控咁，大吵大鬧，所以搞到幾個護士都以為我哋唔知係咪講咗啲咩刺激佢。當護士正準備幫我爸爸做各樣嘅檢查嘅時候，我爸爸又再急轉直下，血壓同心跳都升得好高。雖然已經唔係第一次，但係醫生同護士都即刻幫我爸爸打針，慢慢佢嘅情況都總算穩定返，但係就成個人軟晒咁瞓咗喺床。而我同媽媽決定留夜少少，等佢嘅情況再穩定啲先走。當醫生同護士安頓好我爸爸準備離開病房嘅時候，我聽到有個護士細細聲同醫生講：病人個情況咁，我哋聽日要唔要安排佢轉去另一個病房啊？醫生就細細聲咁答：每個人嘅修為唔同，雖然情況唔太樂觀，但係希望佢吉人天相咯。嗰陣時，我覺得個醫生咁樣講嘢好似麻麻地，不過喺嗰一刻，我只係想好好咁陪住我爸爸媽媽。而轉頭，我亦都不其然咁上網揾咗幾篇佛經，捉住我爸爸隻手不停咁念，希望做得幾多得幾多咯。根據我爸爸好返晒之後同我講返，佢當時本來係瞓得好好，但係去到11點左右，明明個冷氣都好夠嘅，不過佢就成身都突然間覺得好興，好似發熱發燒咁流晒汗，然後冇幾耐就覺得個靈魂要離開個身體咁，成個人飄飄然。我爸爸話當時以為呢啲就係一個人死之前嘅感覺，於是佢就叫我哋扶佢過去梳化坐低，因為我爸爸一直都想可以喺彌留嗰一刻係坐住喺度，佢話咁樣望落去精神啲，同埋冇咁可憐。過到去梳化，我爸爸坐喺度瞌埋眼，好似喺度等緊最後一刻嘅來臨咁。篤信佛教嘅佢喺呢個時候雙手做咗個佛教嘅手印，希望自己去嘅時候可以得到平安同埋平靜。果然不出幾分鐘，佢話覺得自己個身體慢慢咁離開咗，霎眼之間成個人覺得好輕好舒服。然後佢話自己好似一個靈魂喺天花板飛嚟飛去咁，而佢嘅視覺就係喺天花板望返自己坐喺梳化嗰個樣。跟住佢飄過去自己個身體，嘗試摸下自己啦。但係佢話當時佢根本乜嘢都掂唔到。我爸爸形容當時嘅自己就好似一團空氣咁喺度輕飄飄飛嚟飛去。我同媽媽當時其實係完全唔知佢個靈魂已經離開自己身體，淨係見到佢坐喺梳化度突然間冇晒反應。咁我哋就即刻叫護士醫生入嚟啦。最後我爸爸
話見到醫生入去病房宣布佢死亡時間，佢先知道佢已經死咗。佢話當時仲好慨嘆，原來人生就係咁來匆匆去匆匆。我爸爸話嗰一刻佢喺度諗，既然已經死咗，我哋又見佢唔到，留喺度都好似冇咩意思。咁佢就諗應該去邊好呢？佢就諗起佢哋篤信佛學嘅人死咗之後係應該去西方極樂世界，但係極樂世界可以點去呢？咁佢就即管試下合埋眼喺心入邊念南無阿彌陀佛啦。過咗一陣，我爸爸諗，我念咗10分鐘以上，點解都仲未走到嘅呢？佢就擘大眼望下啦，但係點解變咗日頭而唔係夜晚嘅呢？頭先佢個靈魂離開身體嘅時候，明明仲係夜晚嚟嘅喎。喺呢個時候，佢覺得佢嘅靈魂好似又翻咗去身體咁。佢話頭先嗰一刻個感覺就好似一團空氣輕飄飄咁，但係而家突然間成個身體就變翻好似好重到好似孭咗個背囊咁樣。佢再望一望牆上面個鐘，仍然係夜晚11點幾。即係頭先發生咗咁多事，原來都只不過係過咗幾分鐘。而旁邊嘅護士同埋我哋一發現爸爸個身體有翻啲喐動，個個都俾佢嚇一嚇，然後即刻就叫醫生。醫生嚟到見到都覺得好出奇，點解我爸爸突然間會有翻心跳脈搏嘅呢？無論點，嗰一刻失而復得嘅感覺，我呢世都唔會忘記。我爸爸好冇力咁樣向我哋揮一揮手，示意叫我哋放心。我媽媽呢一刻更加係喊到收唔到掣。好彩佢一向身體好，如果唔係嘅話，咁大上落嘅情緒波動，真係分分鐘心臟病發都似。我爸爸話，當佢靈魂翻入去身體之後，成個人由內到外都好似輕鬆咗好多，個病好似好翻晒咁。喺醫院觀察多1個星期，所有之前反复嘅問題都冇再出現。我爸爸終於可以出院，見到佢又再好似以前咁滔滔不絕係咁講嘢，我哋都知道佢今次真係好翻啦。而講起都奇怪，喺佢出院之後，成個人好似部電話 reboot 咗咁，至今10幾年嚟一直都冇病過。連早幾年肺炎最犀利嘅時候，我同我阿媽都感染過，但係佢都係好似有抗體咁，咩事都冇。所以呢10幾年嚟，我爸爸除咗更加珍惜同我媽媽拍拖嘅時間之外，佢仲參與咗好多義工活動，因為佢話而家每一日都係 bonus， 而上天俾呢個 bonus 佢，就係要佢幫更加多嘅人。不過我就冇諗咁多。我淨係見到佢哋2個老人家日日都好似初戀咁，我覺得已經冇咩可以再要求啦。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住撳一撳下邊個 like。如果你唔中意嘅話，都希望你可以喺下邊留言話我知。啦啦